伤心的所在，这段无缘的爱，必顺的空嘴，竟然就风飞散。无言的结局，为何命这款？啊，这一切拢是为着你啦！哎哟，阿庆哦，你莫遮尔有准啦！迄代志吼，总嘛是会有变化的啊。当阮阿爹讲遐话，已经遮尔啊决定啊，哪有可能改变啊？我看哦，我甲你那也是无缘啊啦。规矩哦，我来。你是千万唔通想袂开呢！哎，你小静一下啦！我想吼，阮阿兄啊，甲你阿兄哦，一定会甲你想一个好办法啦，吼。我来啊！我来啊！哎，你看，哎，什么？你看这有成效无？哦，你看了，头壳手体了，大细肌拢夹。为爱敢死者。对，我为了要参加这摆打擂台比赛，调完准备，即马让恁看卖，有好看无？那只是确实好看，心嘛真有啦。哎，我即摆才发现讲有影呢，对你确实一片真情呢。哦，为爱敢死者呢，为爱赌性命，实在是伟大呢。唔是伟大啊，我是要对方同情我。伊若看到我这为爱敢死者，伊若要甲我拍落，是甲手软，伊就唔敢出手啊。伊若再是搁出手落去，那迄人就无爱心啊。哎哟，阿兄，我想讲吼，你当时变甲遮尔勇敢咧，原来吼是用遮尔少年的步数。好啊啦，你莫搁讲伊啊啦。虽然伊想这步数毋是足高明的，啊，毋过人伊对我安尼，我已经足感动的。有听了无？听了无？你看卖，伊若看到这为爱敢死者这5字，意会动情啊！我唔相信要甲拍迄个人，共款剁下落去，那迄人就无人性啊！哎，师傅，遐规定是去迄叫咧创啥？你看卖啦，这两个咧依依不舍吼，我咧想因两个这对鸳鸯哦，会用拆线啦。你放心啦，我甲老人话哦，已经是一条计策啦。啥物计策啊？咱上家啥物人来比武招亲的？上家就是迄个潘那迄个啊。我有听你讲过，你讲这潘那这个哦，伊也无钱，也无家产对无？哦，对。所以啊，我派人伫告示顶悬啊，加加一条。但是要来参加比武招亲的人啊，必须要交200两的押金。一来啊，一寡无路用的人唔敢来参加；二来啊，迄个小的啊，绝对徛伫擂台较远。哎，好妙计。家长，阮若咱想出这个计策，安尼你的希望就搁较大咯。安尼我唔惊。你唔通唔惊，你心理上爱小准备者。是师傅。遥控的师傅，到底即摆经理，一来我顶你讲安尼，遮尔慷慨，将即个青阳灯的树互我做爱干；二来吼，我要敬你讲吼，会当将即个爱干吼树互我，啊，互伊甲我变一间厝吼，变一个遮尔啊树是遮尔水，我感谢咱即个福星的师傅。想当初我伫要收你做师啊，根本就无甲我看伫咧目睭底，想无到即马过来，称呼我是福星师傅啊！冤枉哦，我一向拢将你藏伫咧目睭底呢。真正，我足尊重你的。若是讲无尊重你的，就是阮两个小妹啦。吼，阮两个小妹偌幸运咧呢。自从我拜你做师傅了后吼，就加西龙讲你穿这衫吼破烂破衫，无成师傅人啊，生一个扣本数啦。讲叫我着甲你登报做伙啦，叫我莫认你做师傅啊啦。主人啊，若恁两个小妹个性哦，无亲像你讲的安尼哦。啊，你唔知影啦，你看就是因的外表尔啦。那因的内在你唔知影，阮小妹吼，我对因大汉，我知因的个性啦。吼，迄个性偌歹咧，你知？讲到迄个较大，迄个较矮迄个啊，哈哟，偌爱虚荣咧，拢常常咧说缘投。啊，若迄个细汉的较落迄个哦，哼，球搁欠，腰鬼搁10年，1仙钱都袂出去。若讲到世人吼会甲因做兄妹吼，这是我的不幸啦。真正若听我定出世吼，我绝对要出世别个家庭，袂瘾做因的大兄。啊，若听你安尼讲，你敢若对恁这两个小妹吼，真怨恨搁真不满吼。什么叫不满尔？我想要甲因登报做伙咧。哎呀，我这讲的什么话啊哈？哎呦，我当时啊，爱无虚荣，当时我咧说缘投哈。我当时哦，球搁欠哦，腰骨搁10年哈。嘿，你毋通袂记得，当初时哦，你破病时，什么人摕西徛出来互你医的哈？有啦，
我较早细汉的时，捌一摆钓高耍吼，啊，都拢恁兄妹仔用门匙板甲光耀大夫看的。啊，你会记得无？伊条钱谁出的哈？晓倒恁两个出的。你会晓讲安尼，你会晓讲安尼，佮讲阮是咧挂剑嘛？哎呦，好啊啦，早就知影恁两个徛伫咧门口啦，是挑工后要互恁大兄讲的啦。都对咩？啊，当汉你当时我家己一个单独伫师傅甲这青阳顶的面头前嘛，小可互我配者。啊，是讲师傅甲青阳顶恁两嘛无意思。啊，恁有迄先见之明，你知影阮两个小妹仔转来，总无你毋免甲我阻挡。啊，搁互我直直转来，抓甲出业全脱。好啊啦，迄咱人若毋对，就爱承认。就是讲你较时大，你大兄也是共款。讲人的口中后话，讲话毋对。哦，好嘛，梆梆梆梆梆梆梆，妹妹对不起，不是不疼你，只是不愿意再让你哭泣。好啊，有言毋对就好啊啦，免唱安尼啊长啦。阿兄，阮哦拄仔甲明仔去街仔顶的时候，听到一个消息，专家等下要来你报告。什么事？哎呀，即摆吼咧拍擂招亲迄哦，佫有一个新规定呢，什么新规定啊？讲哦要参加的人吼爱交200两。师傅，喂，我要打去摕200两，我一声已经无望啊。伊会设即个规矩，这就是针对你。安娜，师傅，你看200两算啥物？到时阵吼，你再来去参加就好。有影？